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今晚終於嚟到我最期待嘅一餐，就係食火鍋啦。今次我哋會試下伯明翰市中心一間幾多人推薦嘅火鍋店，叫做紅七。究竟值唔值得一試呢？我哋今日由 Mahasa Glen Desana Outlet 行完之後，就直接開車返市中心食晚飯。如果大家未睇上一集 Outlet Shopping， 記住睇完呢條片之後返去支持一下啦。其實我哋舊年嚟伯明翰嘅時候就食過另外一間非常出名嘅火鍋店，叫做海底撈。當時無論食物定服務都令我哋印象非常深刻，所以今次就想試下另一間人氣火鍋店，睇下同海底撈相比又會有咩唔同。一入到餐廳，第一感覺都唔錯，地方幾寬敞，環境乾淨，而且地下完全唔會黐立立。如果同海底撈相比，紅七規模會細少少，但坐得都幾舒服，職員都好有禮貌，而且好親切，所以第一印象真係唔錯。今晚我哋叫咗鴛鴦火鍋，一邊係番茄湯底，另外一邊就係豬骨湯底。材料方面，我哋叫咗鮮切雪花牛、鹹蛋牛肉丸、魚子蝦滑、西班牙豬肉片同埋響鈴。醬料方面有幾款係免費，包括蒜蓉、蔥花同芫茜。如果想加麻醬、香油或者牛肉醬，就需要另外收費。而每張台本身已經有豉油、醋同埋蠔油可以自己調味。另外我仲叫咗杯手打檸檬茶，味道幾清新，用嚟配火鍋都幾解膩。有一樣嘢我覺得比較特別，餐廳只係提供咗2對筷子，而且係呢種好長嘅火鍋筷子，即係代表你要同一對筷子夾生肉同熟食。如果介意嘅朋友，可能要另外向店員要求多一對筷子，而且呢對筷子真係幾長，用起上嚟都需要少少時間去適應。湯底入邊本身已經有少少配料，例如金菇，之後我哋仲另外叫咗一份白蘿蔔，真係切得好大片，煮耐少少之後好入味，食落又清甜。首先試下佢哋推薦嘅鮮切雪花牛，牛肉切得非常薄，不過入口之後我覺得肉質就冇想象中咁滑，整體都 OK， 但未去到好驚喜。再試下響鈴，淥大約10秒左右就食得，食落幾香脆，吸咗少少湯底，味道唔錯。到整魚子蝦滑嘅時候，我哋真係有啲手忙腳亂，店員見到之後主動走過嚟幫我哋，佢整得好好，又好有禮貌，呢個小細節都令我覺得服務幾好。食到呢度，我哋都開始忍唔住同海底撈比較，我覺得兩間定位有少少唔同。紅七有啲比較特色嘅菜式，而海底撈就比較經典，選擇更加多，但價錢亦相對高啲，所以真係各有特色。跟住試下西班牙豬肉片，同樣切得好薄，6幾秒鐘已經食得，肉質都幾嫩，味道 OK。而我最期待嘅就係魚子蝦滑，好在魚子唔會一落鑊就全部跌晒，入口真係幾新鮮。雖然蝦滑唔算非常彈牙，但蝦味好濃，非常鮮甜。我再試下配牛肉醬，第一眼睇落去好似辣椒油咁，但聞落非常香，配埋蝦滑一齊食，竟然好夾，仲帶出咗蝦肉本身嘅鮮味。呢個醬我幾推薦。之後試下鹹蛋牛肉丸，入面真係有鹹蛋餡，味道同口感都 OK。不過如果講特色，我覺得未算好突出。另外仲叫咗一份鹹蛋油炸鬼，一上台已經聞到好香，外層炸得非常香脆，而且係即炸，所以非常新鮮。不過要提醒大家，中間嘅鹹蛋流心真係超級熱，我第一啖差啲淥親條脷。可惜食落之後，鹹蛋味反而冇想象中咁濃。如果可以再香少少，我覺得會更加好食。之後我哋又加咗幾樣菜，包括九廟牛肉片、豬肉雲吞同埋帶子。先試九廟牛肉片，呢個真係有驚喜，肉質非常滑，比起頭先嗰份鮮切雪花牛，我覺得好食得多。
如果再嚟，我應該會直接叫9秒牛肉片。再試下豬肉雲吞，味道中規中矩，冇乜特別驚喜，但都唔錯。最後試埋帶子，煮大約30至40秒左右就啱啱好。帶子隻轉都幾大粒，時間控制得好好，完全唔會煮到過熟，仲保持到鮮甜凍嫩滑。最後埋單，呢一餐總共食咗170英鎊。整體嚟講，我哋對今餐都幾滿意，無論食物定服務都有一定水準。至於可唔可以同海底撈比較，我覺得真係好難直接比較，因為兩間餐廳嘅定位、服務方式同菜式選擇都唔太一樣。海底撈提供更加全面同貼心嘅服務，而紅七就有自己比較特色嘅菜式，所以邊間好食其實真係好睇大家中意邊一種風格。下一集就係我哋伯明翰之旅最後一日啦，我哋會帶大家去參觀伯明翰最著名嘅圖書館，仲會試一間 Modern British European 嘅餐廳。如果大家唔想錯過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、讚好同分享呢條片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